有请今年的总冠贵宾呢，抢手筹。安平呢，演唱会我来正式开始了。抬起架，好，组长来做好来哦，心情不用较快乐地位哦。
1809年苗栗县客家歌手演唱会，苗栗客演向满田。大家好，大家阿門。大家按早起哦，7點哦，大家就來了。哎，對。嘿，我係琪琪。我係傅秋英。大家真件非常非常的有眼光，也有耳福啊！安邊呢來欣賞呢1年1度你苗栗縣客家歌手嘅演唱會啊，實在講呢出得咯，當出得。對，出得大家呢，今日安排哈，呢撥出時間來到營養文化中心呢，哈來欣賞哦。今日呢有唱到非常多、非常多，非常好聽嘅歌嘅好看嘅人。而且呢，係全部都創作人才。好，係今邊呢，哈，要邀請呢得到呀金曲獎嘅，金曲獎，你呢嘅先生，對，哦，還有王鳳珠先生，錯，還有呢，還有你農業大旅台嘅評審，你評審先生也唱到人哋今日現場嚟咯。齊思飛老師，是啊，當然啦，還有去年呢，老係腔下主持嘅林展業老師啊，林老師，今年哈，老係講呢。用睇咧，哈，佢同事嘅細妹嘅，哈，還有兩位三位師奶嘅，哈，我嚟啲啊，台當歌咧，哈，我哋忙哦，好好展現佢啊歌唱嘅長才。真嘅，嗰陣安比亞節目呢非常嘅精彩啦，大家嚟搶看下嚟哦。誒，然後呢，我首先嚟小姐，你見唔見？呢年嘅總管貴賓，你總管，好，誒，你嚟議長，好嚟，你議長，你總議長嚟到現場來，又早上嚟啦，鼓勵好嗎？謝謝議長。好，接下來呢，你有請呢，哈，你呢，哈，蔡公館地區、苗栗地區呢服務親善隊哈，各位呢，佢呢真嘅哈，動溫暖呢一個議員哈，順蘇我議員。好嚟。好，孫議員，你姐姐來哈，姐姐來咧，再來呢哈，真件佢動有愛心，哈，特別呢看到奶哈，有需要聽書呢哈，自家希望自家有能力呢，佢就會聽書哈，盡一份力量嘅，你呢余文忠議員，余文忠議員，安子姐，歡迎你，媽媽有來嘛？有哈，哎呦，媽媽今年又開好神咯。余媽媽。哦，順豐因為哈特別看到有一隻嘅愛路咩，今年冇愛路係上嘅，因為係40字慢嘅。因為呢哈，多糖果嘅身體健康，可以自家來。咁好糖了哈。是。係接下來呢，你今年呢哈主辦單位也係你呢苗栗縣政府呢哈，非常非常支持你文化，尤其客家文化，還有觀光以及各項啊。語文表演的發通嘅你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嘅副局長黃副局長唱雙台，謝謝。你有請有請你有請黃副局長唱雙台哈，唱雙台哈，老太監呢哈，來唱歡賀一下，來先生呢哈，老太監哈來講法哈，你副局長謝謝，我講到客家話啦。局長講，副局長講。係啲啊，哈，啲啊，電工卡講。你好，我們進來的議長，我們孫議員，我們余議員，還有各位貴賓，大家晚安，大家好。好。董排師吼，我客家話吼，冇乜個輪轉了吼，我怕我講下去吼，後面好聽的歌會被我這個影響到，這樣子哈。那不過哈，今天晚上哈，真的是。先跟各位抱歉一下，就是說今天晚上因為縣長今天晚上行程比較多，所以沒有辦法過來，所以特別要我過來跟大家致意這樣子。那其實我看今天哇，真的是做的，連第2階都已經做得快一半了哈，表示我們苗栗的藝文啊是有希望的。不過在這個希望裡面，我特別要感謝我們議長，那議長哈對我們的藝文真的是非常支持。那他不但支持，他不但來當我們的貴賓，而且他還上來演唱，就是聲鮮事足。我們是不是給我們議長一個熱烈的掌聲？等下還送台喲。那當然，我們孫議員還有余議員啊，其實對我們縣政、對我們文管局也是都非常的照顧。那常常都時時刻刻的勉勵我們。那我們也是真的是非常感謝在議長率領的議員的各位的
的支持之下啊，我们的县政能够不断的往前走这样子。那我想今天晚上啊，刚刚主持人也介绍到，那在演出的都是金曲歌后，都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都是演员，还有一些舞团这样子。那我想我就谨祝我今天晚上的演出能够圆满成功。那也代表苗栗县政府在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来的时候，预祝各位都能够秋节愉快，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副局长，安子西同学去哈，其实佢讲学一好堂了。对，睇下上演同好哈，再來呢，我看到大家哈，全部要帶嘅最辣啊哈，唔會查，呢呢今年因為疫情嘅關係呢，所以呢大家呢也要透過一段呢較長嘅時間呐，一個期間今年呢大家就要帶最辣嘛，表示講呢呢疫情啊控制了後，大家也互相一配合哈，切家本切家一個重賞，本切家一個重賞好嗎？按自西。安子細大家今邊都能夠配合到人家的政策哈，同樣帶動人家的最辣嘅呢，來到人家的現場來欣賞到嘅語文嘅發通。接下來呢，你係有唱，有唱那邊呢？你二種二演，唱下上台。好來，唱你二種來二演呢，唱上台，謝謝。唱上台。好來，唱上台。安子西，分享。你美丽县政府你是严重懂词词，你客家嘅歌曲客家話，嗰個呢重提來支持，你一下呢你演繹啲同時非常嘅同樣非常嘅支持，按自西你種按自西你演。兩位主持人我台當兩個好同事孫淑慧議員，還有余文忠議員還有台上所有要表演的老師們。韓國各位長官、各位貴賓，還有我們文管局的王副局長，大家晚安，大家好。好，你種好。安邊苗栗客音響滿天啦喺我想也全台灣省一定要客家文化出現苗栗縣現狀也請重視客家文化傳承故所咧文管局咧辦咧發通，講演出都非常嘅有意義你客家我哋研究睇到一句話技術變過來特別辦來辦去客家人我哋你講法你外邊人一多個樣嘅越南的啦，還是印尼的個新住民剛剛未參加就發通，佢來到苗栗做客，佢咩客家加上大家都苗栗帶機會作為一家人啦當然希望我們在苗栗。祝縣長講幸福快樂都嚟為我總統嘅講孫淑慧議員、余文忠議員，祝特別議會議員祝福所有鄉親，大家中秋節快樂，身體健康，心想事成。謝謝大家。謝謝。安子西，你種安子西。你兩位議員講兩句嘛？安子西。安子西，你種。唱流鋪來哈，因為你種咧你種堂講咧，成個一定好哦。見朋友結斯文咧，真勁面當浪仙，大班都啪哩啪哩。係咪？家下咧都後台佢下就先行摸然後佢哇開始講死下去，冇啦。死下去，死下去。當叫唔是死下去啦我講下巴上個客家天台佢讓人上馬咩乜死下去呢你近邊來到呢本老師係咪死下去也是人生的一種經驗當然近邊我係從班同學啦人家咧全部真嘅老師當然當到我學習嘅地方啦有你種人客氣有嘅名詞來字頭，你一下就有唱嘅名詞出場好嘛？來，唱呢林展毅林老師當我喊聽。林展毅老師啦，一名詞冇有唱佢出場大家好，你講你係通6秒鐘吧？要咱們洗下 K 歌，全部按斯文來。老師，你講吧。3年來今年可以講第3年度啦。受到呢啲縣政府單位各區嘅總管重視了客家文化從基層打起嘅
像我哋條行嘅文化30人年咧。无简单，啊，种啥嘛？哎呦，30人。安尼要透露年龄哦。伊细细家就开始。最重要嘅就係感謝呢條政府單位嚇，人哋要按樣嘅強勢對啲客家文化一直傳承。將我要按呢條嚇，客家一隻嘅娛樂各方面嘅休閒傳承嘅文化精神。錯。古時呢嚇，人哋呢種呢嚇，佢就要先帶頭嚟唱，人家就會客家傳統嘅山歌。山歌有樣喎，有樣哦。哦。因為你博嘅嚇，你按多年來嚇，當時佢係問做呢種嘅嚇，哦，做語言嘅嚇，他嘅最有熟識啦，當啲，但是呢，唔啲嘅嘅帶嘅，按豐富嘅帶嘅嚇。乜嘅帶嘅？一觸動猜啦，誒，夾成咁樣用基礎嘅嚇，有基礎就錯嘅啦。有嘅客家嘅萬山所嘅風味。味道有熟味。味。冇那啲嗬，當啲講夾嘅屋卡帶嘅都全部係稀版嘅啦，一定係。爸爸主要安尼都稀版嘅。呢桶。所以咧基礎帶入過去，咧一撻節過去嗬，都啲真係夾成個一條。咁咩？睇下來檢上去好啊？好嘛，嚟呢種嘅唱成個好嘛？好嘅，按你呢種唱嘅話，就唱啲講嘅老師，然後唱下唱好嘛？哎，然後唱下唱。哎，你用啥？哎，你用嘅較冇人講啦，唱得較講得出來。按多年嗬，當客家咧嗬，像傅老師啦咧就嗬，對啲客家文化傳承第一千多嚇，你苗栗人了下面千多欣賞咧就，所以咧我像南五對唱嘅啊，啲山歌啊，愛田啊，喺度唱嘅咋，楊妹妹老師。哎，好，楊妹妹老師要搞千多版啊，是。但是有對唱啊，聽到有鑼鼓咩？哦，有鑼鼓啊，冇鑼鼓就冇唱誒。敲啊響啊響誒有樣，較神奇哦。明呢種嘅唱合，安尼腹較太胖嘅喂。係嘛？哦，所以呢種講，我冇對嘴哦，你聽到嘛？唱天草，唱天草啊！有誠意就唱天草。哦，一行較冇簡單了。實力拿出來，實力是。天配要有唱嘅兩姊妹啊！黃心那兩姊妹，兩姊妹，兩姊妹哈。嗱，黃麗玲兩姊妹哈。哎，天配來打鑼鼓。好啦，有請人呢，黃老師，兩位黃老師啊，來。謝謝，好，還有王有鑼鼓冇見你做唔得，要做唔得。台灣最有名嘅太師賴仁珍啊，羅同事哦。哦，好，賴仁珍老師哈，懂熟咧，哈，懂熟。熟嘅名嘅呀，賴老師。邊人較熟了？啊，有呀，哎呦，你去哪咯？你比傅少智呢？嗬，就係賴老師嘅隔壁嘅，啱不頭嘅呀，隔壁嘅。冇係兩位同學天天啦，一件布誒，同學。呢咧嚟識彈一下，南五對唱嘅呢，跟樣板然後山歌全是強壓出嚟。好嚟，要平板轉山歌字。好嚟，來歡迎，來啊，種啥嘛？種啥鼓勵？哎呦，謝謝，謝謝。來，安子生，大家好。
喜了耶呐。给他冲三国字。对窗了个山呐，哥啊，来见了个雁呐。夜浓秋风了线呐，来见了雁呐。哥就有我情啊。爱有了你啦，两意就一了三啦，同心哦耶呐。谢谢，谢谢谢谢一总，大家。安子 C， 谢谢。刚刚忘了讲哦，我们客家事务科的康科长哦也很辛苦，晚上我看他忙了整个晚上哈。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提佢講嗬，呢種嘅在下劍嗬，我係撈幾百嘅呢。我原來按劍係老幾百嘅啦。係啊，唉當然啦，呢啊嗬，靠追嘛，衝過一食飯咧，然後佢追一劍。有樣哦，梗係把個劍嘅衝出來要比較彩排要較好哦。要較好啊，要較好爽啊，哎對對對係啊好係啊，誒，應該就嗬，節目呢嗬嚟緊湊的嚟介紹下係錯，一下呢嗬，喺隻節目呢嗬係，好實在哦。你嗬，見面人呢看到安東人衝過嗬，一塊咯。本來你衝客家歌也係成個嗬，就要東人衝，嗬，挨下來那衝下去，安尼就當好談。對呀來對呀過去係啊係啊係啊啊。雖然我嗌唔會衝成個，唔會挨嗬，但是呢，嗌啲人嘅感覺。哦，對啊，以前喺度衝成個出，一散衝過幾散去，幾散要繞過嚟你嘛，特對。別娘家公，阿婆家下時。有就係係啊，你係按後上咩嗬？係啦，然後呢，你有請佢哋出場嚇，佢哋帶來一個曲係《苗栗山水好風光》。介紹一下乜人去唱？誒，我諗老講，太家講。介紹一道。告訴以前呢，我就先講，也係人家就冇啲文化共同區呢嚇，加個形象歌曲哦。哦，嘿形象嘅歌曲啊！形象歌曲底下呢嚇，佢就可以睇一首歌曲都好呢，留人家所有人冇啲咧好嘅地方嚟介紹本大家來欣賞。失敗鄉鎮嘛。失敗鄉鎮。真嘅啊！哦。而且。哦，安尼就做你嘅演歌咧。做唔得咯。林老師講，佢做歌還要靠呢度，人家同人哈，人家的苗栗演嚟要按到嘅出拳啦，你嘛，唔單止做客家添了，有客家，有河洛，有桂語，還有演出名，然後還有獻出名，獻出名，對，學識俾人當多咧。好啦，你介紹幾個出場？好嚟，然後呢，你來有請林振義老師，好來，林振義林老師，還有你楊妹妹老師，以及呢。張香菊，張菊老師，還有廖秋玲老師，阿哥呢，還有郭國安老師，以及莊長明老師，還有一位呢，是我們可愛的趙德武，趙德武，來，我們西長師妹，西長師來，請出場，出場，先到中間來哈，來，好，給到下，出來，我這裡全部會給你。唔怕，記得嗬，一聽就按嚟聽數啊！嗬，來大家跟數啊！掌聲鼓勵。
家园楼出黄坑，塞下去打芦啊，泰安温泉马拉萨，圣心车站美名下。观光文化多元化，创新打造人人花，苗栗的热情更温暖，欢迎乡亲来泡茶。大路啊，哎呀，美丽山水好风光，十八勇士好地方，乡民平强心善良，文化多元是安良。顺命山水来亲朋，高峰华南往事风。天伦第一名，转到生来有名声。新湖村那桂花巷，雪霸仙山鲤鱼潭，草莓雕刻火焰山。客家园楼出黄坑，塞下去打芦啊，泰安温泉马拉萨，圣心车站美名下。观光文化多元化，创新打造人人花，苗栗的热情更温暖，欢迎乡亲来泡茶。观光文化多元化，创新打造人人花，苗栗的热情更温暖，欢迎乡亲来泡茶。大路啊，好嗨呀！哎。谢谢。好，沈蒙泰嘎哈，列出国文呢就是特别用4种那个曲风哈，然后用多族群的语言来写列出国文，也特别为苗栗的文化观光产地各方面呢来介绍啊，特别的用4种语言，也感谢大家沈蒙泰嘎，谢谢什。么太谢谢安子生，安子生，啊好汤嘛？真劲动好汤哈！嗯哎，迄个哦，你讲啦，伊做咧葱改术吼，哎汉油。汉油咧汉鸡团汉油啊哈，汉油嘿你看那安多比肉丝呐，夹到全部去比赛冠军的呢。对呀唔免清清菜菜哎呀，最最廖秋来玲肉丝，嘿，佮主动嘅全国客家嘢，哈，比赛嘅传统嘅系嘅成果足冠军动成。果比赛，嘿，我有去主持2摆，个还有呢，佮嘛个庄长明老师啊，庄老师佮就也下呢出全息的，出佮说呢全息早早就当优秀，早早就按开腔，创漳州的上台来唱，合唱的是无曲，知嘛？嘿呀嘿呀，当好堂哈，接下来呢，也下呢哈，哎，也就师团呢哈，真嘅呢无简单呢，能够邀请哈，也就香港歌后啊。风族，哎呀，安尼风族简单季，呢，无简单哦，真嘅，也个档期排到年，好，高天年的全部排年没，慢出来了。慢出来了。哎呦，你看两个看家嘅，你看家嘅介绍简介那长啊哈，让很多简介听哦简介听啊，对对，迄讲迄详细写起来啊哈，真嘅哦哈，对对对，假的，哦，排到肚肚来，那苗栗火茶站的哎呀，大店，哈呢吼，设计哈最厉害、最强的地方就係蔡依林9年今年的哈，对，佢有一個轉型哈，黃風族山歌戲，哈，一個轉型的粵語新聞曲哈，那個傳統一件呢嘅藝術。音樂嘅金曲，最佳嘅演唱人，哈，一件呢最佳傳説獎，哈，今年呢就有得到哈嘅最佳傳説獎。好，過一期66呢，哈，又有哈出動到轉寫啦。對對對，也係夢寐以求非常非常嘅呢哈，受到歡迎嘅一位先生。係哦，黃風族老師，然後佢帶來好聽歌曲，很多歌書跳，大家唱眾山歡迎佢出場。
搭配的很不错。什么？安子生，好来呢，王凤竹王老师，讲那啊那凤竹记，哎呦，真给你看呐！哎，又狗又富呢，莲花布俺妙行对，又狗又富，我要剃吞了，那有好人行行主播呀，我要学阿字，真给无简单哈。对对对，哎，其你讲自备舞群，对对，佢自备舞群呢，哦，我講唔單止教歌嘅，我哋跳舞也跳得很好，係啊，啊，多才多藝，真勁哈，係來還有
很接下来呢精彩呢哈，哎啊一婆一婆的来哈，来接下来呢哈，要边呢写下字，佢係唱流行嘅客家歌曲，哈，佢夾子 Q 年沒有來，哎，對嘅，夾子乜年啲嘛？徐佩琪，徐佩琪係啊，佩琪呢？徐子淇啊，徐子淇啊，我真講佩琪咧，大廣告啦，佢說安尼，有樣有樣。徐子淇係夾子跟住啦你。喺台家現同我講，安尼講啊，咩？我背只狂別跳，咩好？排泄啊！佢呢哈當後生，但是呢一度才華，佢係啊呢台灣嘅戲曲學院嘅哈，戲劇學院係呢畢業嘅學生係啊學生畢業嘅哈對，同家子強樣好唱歌嘅，佢係大男人，哦，大男人大男人係哦，你美麗演呢？我會唱清好先呢，好有獎，啊佢今日帶來兩首嘅客家歌曲，佢講，佢要同佢先生嘅度嗬，嘅名士啊，唱嘅好多歌曲。我講客家歌曲，今日去唱嘛，叫當然啊，唱客家歌曲。今日來啊，都係唱客家歌曲，係啊平常時唱好多曲，好多歌曲。錯，接下來呢，我嚟給大家帶來乜嘅歌曲呢？好來，嗯，老師請來講。南沙南溪，好風溪嘅溪，夢中人。南沙南溪夢中人，人啊，来，你有父亲哦，安子生你同心舞曲，安子生。红江夜塘山间残水流，看天边流线万里游。
讲下咯。哇，咱讲的物权，我的白呀。两位主持人好。家下呢都后台嘅片哈，大家都嘅挖撞家下想，哎呦，一只声有咩我讲，落嘅徐子淇用按枪啊，枪，对哦，俺迄条落寞，哇，上课很好呢。嘿，是咱们冲过的呢，哇，其迄农业大擂台哈，猜年度家下迄亚军哈，嘿年度亚军，对，啊讲叫嘛个季冠军，季嘿冠军，迄季冠军，好，我记有同嘅周伟杰好老师，跟对周伟杰，bingo 合唱一首《愈爱愈坚定》。好，唱歌，哎，愈爱愈坚定，较无人用爱愈爱越来越这样哈，哎，较无哈，哎，我们周伟杰老师呢，他是很知名的一个词曲创作者，对真嘅比从个无简单哈，来撒下来呢哈，哎，用啥呢？好推崇的，不是从听一首歌曲哈，来歌曲，诶，唱你来披雄，唱你来披雄。俺只是汹涌的同心。
畅快艺术歌什曲。么啊，唱你来披香，谢谢。什么什么你？唱来就唱的啦，哎行不会唱，行不会唱哎呀哈。哎，细阿妹就无强用哈。对哎，但是你看佢安尼哈，佢做妈妈的呢，嘿呀嘿呀，哎做阿妹的呢，不是接受啦。嘛，哎，反正哦，也哈呢，安尼呢结婚，创业，做事业，全部赠送一个歌赠唱。送啊还让我讲还是假係吹噓哦，我生日呢，還細細間，我巴送巴下醫生歌啊。係講到媽媽經的吼，跟對真嘅會一連串的哈。是的係哎接下來呢吼，唐公幾家人就來了。一家人就出來，安尼吼有3到4。一家人就出來唱呢，松本也對哈，賺很大。咩？沒有太家賺很大。風險的啦。講到呢哈，幾家人呢哈，我來小嘅伢老公。啊，嚟介紹下老公。嘅老公呢哈，賴認真老師。老師，吼，山歌教創40年，嘿係最低講吼，叫到去到嗌故鄉台東，台東你係故鄉嘅台東，錯咁啲哦，嗌去怪啊，後山咧，啊，佢去到嘅教創，去到台東花蓮就有。對對對，好，嗰陣佢全身就有搞錯，全身就嚇，我嘅精神啦，嗬，冇講乜嘅啦，視察嘅精神啦嗯，冇講教書嘅精神，像視察嗬，真應該真以為試到阿妹愛嘅，係嘛係咪？好，嗰個去年呢又得到啊呢客家委員會呢，嚇，一個客家貢獻獎，傑出嚇嘅成就獎。神秋獎，哦，真嘅冇簡單嗬，對嗰夾妹呢嗬，哦，竟然呢嗬，嘿。嚟大家嘛嘅楊琴，誒楊琴，個夾妹去年同今年冇強樣，冇強強嗎？係那一單冇強強殺啦，得一般。實體一般嘅係冇。嗰時候呢，真係非常嘅強，還有呢嚇，唔知間呢，我哋大鑼鼓，誒，個啦叫鑼鼓我哋披鑼鼓，矮些呢誒就婦倉婦水咩？我做嗬幸福嘅家庭，係大家嚟共同嚟享受，而幸福家庭呢嚇，我哋充滿嘅呢傳哎呀，客家統主曲，哎呀，就帶來係老山歌，老山歌還有呢契丹歌，嘅開淡歌，還有平板，平板，嘿哇！大家共同嚟享受哦，希望大家會喜歡差唔多安姐哦。漢人講嘅太少事啦，所以慢慢的吼，啊冇咩好來電，哈冇幾多一班啊吼，咧跌退咧。我想講，苗栗啦吼，喺人家度山歌嘅基本上係繁衍體啦，啊山歌就從苗栗開始啊。我想今日翻咧，尤其啊吼，特別山東個唱嘅山歌啊，也當多年已經唔記得樣唱，好我就嚟同大家帶來一種老強嘅老山歌。山高艳陽的山就唱，就唱滿意那的夢呢。山頭有一雄傲的夢，見過喲，見過幾馬愛內情。山歌唱到話幾無心好嘅山歌啊要見啊！
cũng kêu con hát bao cái suy kêu suy kêu sang cổ ôi nơi chim thầy tám mấy cái lời thích khi yêu chỗ tám con na hồ thì hey tung ống thầy tên nhà ba mèo con chiều riêng theo nhọn mới yêu pha đầy thích khi vô toàn miên con na hồ kỳ hay tạp xin thành những lời mèo ba mèo con chịu ngày xin on sẵn có trong bầy sự hình hi yo tiêu kiền miền á hồ kỳ hay trong kẹo san gối nghèo con chịu rồi ghé na lô nhìn tháng chân đầy hi yo thèm phố su na hồ kỳ hi hiếu sáng tháng xuân lại mèo ba mèo con chịu với thái chân triển na yêu hà điều sự na chia này trong xã điều tổ na tất cả điều tan hiện lời điều phố na
也就是也苗栗当典型的啦。好，我想咯哈，因为面前的像罗山国开南国演还有平板，加同二种创的哈平板就一啲啲的无同样，哈，加二种创的平板的运较好啊哈。但是呢，我想讲，既然从苗栗办安尼有冇演唱会啊？有3年啊哈，绝对人做唔得幕踢，也係慢哦，迄頭擺人家的苗栗的一隻山歌舞，很多蘇萬瓊先生啊，佢反面咧蘇萬瓊跳吼，迄在人家的客家山歌街度吼，佔一個相當重要一隻 TV 啊，我想呀，就迄頭擺呢，嘅日本時代家下，呀蘇萬瓊先生呢，佢本身創嘅嘛咯，很多鴉片歌，吼，也個天師文。我想接下來呢，我就同大家帶來一個蘇萬瓊跳的天使文。好啦。好，谢谢，什么，哎，那一家人哈，是才讲的，挺难得了哈。我啷讲啊？我实在要讲啊哈。哎呀呀！我今年聽小燕咧嚟講下樣。啊，同我講下，好嚟，哎，人哋我嚟講，人哋我較熟悉。咩呀？林鄭老師哈，是嚟講。
唔免牙贵人啊，迄牙补养的贵人。哎，错，哎，对。对，我其实哈，就也安尼热咧哈。这在一方面好得矮啦，加矮当有安尼热咧啦。一方面在主持方面哈，好得点在你老师啦，哈，在无意中啊哈，发觉讲，哎呦，用我有安尼个细妹啊哈，一下子受惊的嘛，啊哦，就所以可以就主持，开始主持。那主持对他来讲的话，一般有23。妈，你讲啊，要当老的嘛啦。冇讲。所以讲吼，按这些啦，林在老师哦，他个多年的好朋友啊，好从台北开始甲他去比流行歌的，我比山歌啊，甲征战全台湾省啊。系啊系啊。啊，佢也好成绩，我就快成绩，安尼係嘛？我好成績，佢都快成績啦。哦，所以台北。啊，你用係真油的咧。哦，真油無窮路線啦。啊，佢也好係屬於流行。嗰時候我看下林老師見佢做按多嘅歌曲。佢做按多嘅歌曲，按多詞曲一好誒。啊，我喺第一番吼，後邊我喺聽林老師學啊吼，我就唔是講以前咧，騎上騎下，就像家蘇文強先生講，而家講嘅你缺失跳呢，係啦，我就太板缺失啦。好咧，按之前我再講落去吼，節目都超過，兩三年好好去餓一下啦嚇。啊冇。好，什麼賴延伸先生。啊，謝謝。共同講咧，他家有啲人嚇，佢講。奇怪呢，今年呢主持人讓我按貼拍哈，讓我有副手機、副球員手機，呀，20人都係嗌佢叫我主持誒。28年有了，我算到啊。20啦。當時呢哈，我當到個客家，幸福有線電視公司噶哈。家下含網友嘅哦，嘛個全部招待嘅哦嚇。當我就去主持了節目嘅客家嘅文化，我相信青島嘅鄉親有看過了節目。客家金曲排行榜。家下呢，我就當就是印象講客家，還有乜嘅嗬？用槍槍哩哩一種拍子嘅寫下麼嘅啦，將下來主持了節目嚇，來帶通。所以呢，當時嚇我去。簽幾家簽多幾家係嘛？我去簽賴延伸先生了，去交卡，結果交老家嘛呀，木衰名寫咗，因為係啊，因為簽啊，佢都幼稚園上班啊，教課啊，都衰當主啊，都幫我很空去了。將我一次主持哈，你啊重新簽到一樣，幾下年咯哈。當然咧，可以講啊，主要係目前咧嚇，而家就係客家農業大擂台前身啦嚇。最早期。對，係咧林大哥嚇，然後係多嘅提牌籃子些。按當然我一真件虔誠青島嘅客家嘅後皮鄉親，冇錯，嚇，到你下來強真件，我調到嘅別檔嘅些。唔做乜嘅按鼻管咯。因為寫了歌曲嚇，我相信青島嘅鄉親，大家都當了解。你下新嘅流行歌嚇，一般咧就接觸嘅後生人較少。結果以後哦，但是時代嘅變化、環境嘅壓迫嘅各方面，冇同樣嘅磁場。所以變化千態哈，像來到呢邊嘅客家大部分種50歲左右嘅呢個鄉親認同客家文化，有樣哈。嗰時候呢，係咧希望呢嚇，要叫人亞太人呢來啦，呢個客家文化好好嚟傳續下去。錯嚇，閒話冇講硬到嚇，正統嘅呢客家話就係咁樣。是，冇問題。希望你以後有機會呢嚇，你落妹啦就話，要做就為大家服務嘅機會。安尼就叔叔，你對。嚟介紹，介紹。咩人傾愛的啦？好，來，介紹下一邊。好來。下一邊呢，講嘅係什麼人呢？林詩琳老師，好來，搶出場。各位長官、各位鄉親朋友，大家好！帶來天使歌曲《講價》要是國內很努力，也政府文化觀光局去年舉辦廣場舞比賽，指定歌曲之一講價，所以他帶來要做後堂歌曲。
爱的贵宾，哎，看到是余文忠议员，还有我们的鹅妈妈，还有这位美女，啊，是我们处长吗？啊，对不起，看不清楚。一年一条河，爱去四浪潮，再等你头发，来到大树下，一个短头发，渐渐是拍发，点点飘落下，走到大树下。很多我出发，异乡转不开。淅沥跌落下，哗哗哗啦飘落下，渐渐啦，雪下沙了滴落下，慢慢的、渐渐的、萌萌的、浓浓的，鸟儿动来慢慢的，风儿开来渐渐的，春风吹来蒙蒙的，你的最爱浓浓的。亚速歌曲讲讲大呢，思宁的创作歌曲哦，在去年呢，来投我们的苗栗县政府文化观光局办理的这个客家嘉年华的这个广场舞歌曲的甄选，然后很荣幸来录取哦，所以呢，今天特地为大家带来这首歌曲，让大家呢来可以共同的回味哦，这个风靡这个全国的歌曲讲讲的。谢谢。亚苏国威哦，非常的轻快，谢谢我们的同心舞群，谢谢。那美丽的舞群，哎，你美丽的舞群哦，给搭配呢舞群搭配你的那个服装很搭是吗？是我们啊，没有讲好的哦，没有先讲，真的对对真的好哎呀，刚看。刚其很多烦恼讲哈，哎，你会做到好安尼大礼服哈，我说呢，金明叶哈，俺姐姐哈做安尼哦，俺有东西帮安尼了，安尼做对嘛？我今天是装安尼做对帮答说嘛，我今天装可爱啊，胸口后讲大嘛，所以呢，我今天就没有隆重的那个盛装的礼服，按你就讲的，好像有像18岁吗？有，真紧呢，谢谢，霹雳了个的国17岁哦，哎，这样也不错啦哈。唐公，你跟鹅妈妈讲吼，矮张28岁，你都讲安太上做嘛？要鹅妈妈永远18岁，服务都永远第一。唐公呢哈，林诗玲老师呢给安波下过安波跟，嘿以前细开始。唐贡配诗词用抄的呀！哎，你都在唐了，你有听讲课电台？有做功课，听讲的哈，听讲的迄高时节，也欣赏讲的，欣赏讲哦，哦，欣赏咩啦？你也欣赏哈，就讲个诗词俺们个啥50字头唔记唔记得人家欣赏好，这样听讲的哈，带礼物西凉哈。上细哈，这样呢，想要抒发情感哈，我就把那个哎，妈干啊，寡戏拿来，或者其他的歌，像《几支歌王》拿来套歌词，抒发自己的那个心情。跟你做妈妈爱但三沟呢是到那。个高中背那个诗词，那个律诗8句嘛，真也 poem 出了，然后就自己把它写成把它那个作曲。把它当成歌来唱，就不会忘记。哎，真的呢。对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时。人生哦，真的呢，也一种好方法吧哈。嘿，俺没有，俺是用 rap 的方式。哦，来预备。白日依山尽呀，黄河入海流，原来对是这样来的。俺同哎，你语言穷用啊。哦，这个不错，这个律动下去哈。对呀，对呀，没错。哎呀，这个你拿来做广场舞歌曲。对，接下来了丹麦的后堂，对呀。上了单爱去改个创作歌曲哈。哎，去改创作对，这也是我自己的故事。哦，你去改故事。阿姐不缺
男朋友阿。姊唔欠男朋友啦，安尼意思改啦，公司吧，当欠老公啦，是自己无欠男安慰自己朋友。自己安慰安慰来自己，对对对阿对。姊唔欠男朋友。来，什么他感谢，什么他感喜欢。谢谢什么他嘎，安子谁哦？谢谢。哎呀，阿姊无欠男朋友啊，哦，欠钱听听呐。看乜啲啊？睇下要欠錢，希望。迄講欠錢，睇下就欠啦哈。有你冇欠錢？哦，真的嗎？真嘅有。介紹一下認識。面前就懂。面前懂。哦。
冇欠錢咧，係嘛？欠朋友啦，係欠朋友，欠朋友。你嗱嗬，喺正經人結果一睇嗬，最有朋友，還有伴，還有好朋友，對。不是吼，你講男朋友哈，面前誰來全部硬男朋友，睇下都講錯嘛。冇人敢誒，全部五樣都順，全部誰來都答數。啊，全部誰來答數嘛？係看到全部嘅五樣答數，好。開玩笑啦，哈，係啊，安住死啦，哈。接下來帶來看無窮樣嘅節目。係啊，無窮樣咧，依家吼，你講咧，哎呀，全部陣仗動態啊。呢，科班的呢？科班，對。哈，全部學音樂呢。對。佢全部數行咧就開咗樂器，其他的我也唔單止叫做樂器，係多才多藝。多才多藝，哈。對。看那口的，哈，也係矮的，也係講奶的，全部做對，哈。哦，見面嘅呢，無窮樣哦。真勁，好，一隻叫做快樂音符樂團。相信他們都很快樂，都快樂哈。啊，今天嘅主唱哈有兩位哈，一個哈趙德武，一位呢係我們講的，我就叫雨桐啦，黃雨桐啊，小雨桐哈，等一下啊，今天嘅照相哈，你看白雪公主，好，然後嘅白馬王子，白雪公主，白馬王子，白馬王子在哪裡？謝謝咧哈，嘿，真勁懂。哎，我係黑天鵝，你黑天鵝啊，我是黑天鵝啊，所以我現在哦把自己搞成粉紅色的。是，好，好咧，有請佢哋出場哈，天數呢係趙德武首創嘅頭擺頭擺，大家眾賞鼓勵。哇，這首三首歌觀眾朋友啊，太搞好！哇，我想要聽一下各位的聲音，來，太搞好！哇，我聽到你們的熱情，來給自己掌聲一下好嗎？謝謝。哇，我們是快樂音符樂團，那各位為各位帶來第一首頭擺頭擺，希望大家喜歡，謝謝。好不好？來，謝謝。記得當年，阿家你在旁邊。
黑五拜 YouTube 拜。那在此先各位介绍第二位，哎呀，白雪公主出来之前呢，要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里面的团员。来，从我的右边开始介绍，第一位是我们的长笛老师刘雅婷老师。再介绍这一位也是我们的和音天使，那也是同样是我们的吉他手，是我们的施少庸老师。再往这边，是我们非常厉害的吉他手老师，是我们的温翠红老师。再来往这边介绍，还有一位是我们的团长，非常的美丽，那人气又高，就是我们的钟仪团长。那还有一位没有介绍到，那在哪里呢？让我们目光转移到这边来。这位也是我们的和音天使，是我们的朱彦成老师，各位掌声一下好吗？谢谢。不好意思刚刚不小心卡词了一下。那接下来要跟各位介绍这位白雪公主是谁呢？掌声有请一下好不好？掌声先起，来邀请我们的黄雨桐小妹妹出场。大家好。今晡日呢，我为大家带来乜嘅歌曲呢？王老贤。王老贤，种啥鼓励？这位呢是我们的白雪公主，是我们的黄雨桐小妹妹。撒哈了 T3数狗口黑统族 Q 突哈嘎琴。那在唱这首歌之前呢，希望各位还有手机还有电的朋友，可以帮我打开你们的手电筒，跟着我们一起摇摆好吗？那这首是一首抒情非常好听的歌曲，希望你们可以打开手机的手电筒，跟我们一起摇摆，谢谢。
佛泰嘎百年班快乐，谢谢。谢谢，再次谢谢各位，圣蒙泰嘎，谢谢。安子谁？安子谢谢谁？呢，快乐音符乐团啊，还有呢，人家的帅哥美女。我讲白雪王公主跟白马王子，嘿嘛，嘿，大家知道佢用啥唱嘅？讲咱位首歌曲哈，用啥唱嘅？色彩很好听哦。对对对，这新歌曲都好听哈。真嘅，各位呢哈，啊你迄位啊就快乐音符乐团哈，记得哈动多安尼讲人讲。伴奏嘅机会啦，哈，挺有名嘅就係呢，哈，在嘅安尼呢，美本艺文中心，哈，嘅民歌事實回顧，對吧？係，嗰還有呢，頭份是嘅中山堂嘅片，係也有羅大佑嘅經典之夜，佢哋有參與到，嗰還有呢，同樣在頭份是嘅中山堂呢，哈，有個太祥紀念音樂會，有沒同樣？有沒同樣有參與到？非常難得。叫做嘅經驗啊，十分的成就，十分的好哈。係啊，嚟接下來呢？接下來，美麗嘅妹啊！美麗妹真唔可以假咧，唔可以假咧。聽講阿爸阿媽啊都台下呢。係啊。唔可能佢許媽媽、許爸爸，這個生日呢，好扣跟這個親生的。俺冇，俺絕對相信你親生的。俺都台當個見聽過，哎呀，一萬年嘅生日，冇人咁生日啊！嚇，按遷就當做下。係咪親遷走失的兒童？好，佢係呢加過去法蓮，你董有名嘅先生。法蓮真嘅董有名嘅先生哈。佢都係你聽下電視台咩超有名啊？唔講當一大擂台係嘛？就係佢本人，徐世輝老師。
哦，奖励呢，看阿妹就滴耶。我看阿爸子滴耶。阿爸哦，阿爸你好。没啦，你要很阿爸案咯。哎呀，莫案呢？咩？记迄阿爸吼，迄牙迄记迄牙先生方牙咩？中央係叫阿爸哦。你嘛，咩轉成嘅阿爸啦？人講黑就唔會拗到誒。講黑就唔會拗到，係啦係啦。起司菲肉絲。起司菲肉絲，好啦，你呢要有請佢出場，佢帶來用樹後頭哇，用樹係嘛？係天樹呢係醇香，醇香。天樹吼食飽呀。食飽呀！阿做乜噶？阿做乜噶？泡茶。泡茶。打椎骨。不同來原送來。好，來徐世慧老師，安子生。雙胞胎嘅安子生，謝謝主持人，謝謝。那還有面起司菲，咁超太感恩都要你。來虛榮的尖叫聲一下，好吧，來。啊，安子生。tôi lại sống cho ra van chiều khi ngày theo vai cái bốc ca xin quê theo ban không hà lối theo ca cao chữ bia hay yêu ghé tròn có cả nhà linh xa là hạ trong mi lối chú trong mấy khói vô phát thiên nhà只托连漫山遍野中天嘅阿伯山芒大病中吹了了風過太嘅春香定應下來站好，我也需要手機的亮燈來。枝頭連漫山遍野，中天嘅阿伯山芒大病，中吹了了風落來嘅春香，正迎下來站。
真嘅，俺祭拜堂期安尼冲天嘿冲，哎，老太个报告吼，金平日的高数吼，全部唔要堆做唔係對嘴啊，全部衝天床嘿啊！哦，還有實力的哦，係啊，韓子生，對對，冇實力咧，佢都要台當全部放哎聽。呀，像俺冇實力的，他爸吼真係用對嘴，用對嘴嘛，對嘴冇他成爸吼啊！講法講都冇上嘅了，還很動算，跟哈哈，給到人家中國的，哎樣的呢，對嘛？佢說吼上次位吼，我呢頭鋪啊，頭夾波啊，做唔得。哎呀。基本嘅咧，全部都現場嘅演唱，係對人家嘅觀眾咧最大嘅誠意啊，錯嘛？有足啦，有都花蓮張賺啦都，係啊，家下張籌貨茶張多天天，真緊張多啊！阿你阿中賞，隨時都廣告啦。係啊，中賞在那邊啊，中賞辛苦哎哈。 700應該係冇賺啦，一年做得賺200添啊！做乜嘅呢？做乜嘅年最賺200？平常時候啲花蓮其實當無限，當無限啊，不過呢，要拜當感謝展毅老師講，唔好做每假，一聽到做每假，我其實真嘅嚇，一年可能做得賺200，我就講哦，我很歡喜。真嘅咧，佢講愛家己拜冇？家己拜呀，當然上啊。副局長都兩片。哦，副局長，係啊，家己拜，好，講還有誒那個唔係講講叫嘅堂課種咩啲啊？係啊，家己拜哈，就有唱好啊。其實我嘅歌曲地位其實當到都寫苗栗咧，你像要春香啊，其實我喺苗栗太府長大的，我是苗栗大湖長大，所以吃婆會吃胎啦。吃婆食胎，哎，我諗講，佢講吃婆，我就學天記起人家就苗栗嘅，哎呀，只有。人家就嚇，佢台東人家冇講錯話，講吃婆絕對係人家就苗栗人。係，我哋細細時節啦，就係因為阿叔嗰位當到喺鄉下去家嘅故事，像我爸爸啊媽媽，哎，你那呀，爸爸媽媽在哪裡啊？在這裡，剛卡蘇維了，許爸爸、許媽媽，然後介紹。OK，開始轉啦，開始有。爸爸媽媽，呀，他曲種、副曲種哈，還有口種全部都練，還有語言全部都練哈。嘿，啊，人哋師弟欣賞，然後直接轉來人哋苗栗。好啊，其實春香最會寫太府嘅情景，講啊爸爸、我媽媽給當時當辛苦來曲江，哈，沒有養家非常辛苦。爸爸其實他是計程車運獎，媽媽算是一個家庭藝術師，怎麼說呢？他是個非常棒的一個家庭主婦，他能夠做美髮，然後他還能夠。縫製衣服，樣樣精通。對，然後他的手藝非常非常的好。真的，你學到了嗎？對，沒有，真的，我只學會唱歌。你有好的歌喉啊，當後啊。我只學會唱歌，媽媽的手藝沒學到。中國的東西泡了了。對。送上夜啦，有唐吉都天師當過有播出來，客家天師團，自彈自唱用吉他。對。啱啲講佢衝煙囪按後堂嘛，睇個韓上一周堂喎。韓上嘛。解數啦，解數嘛各位。一數個咩係用苗栗太府嘅細時節，上快去寫，因為我細時節啲我太白。台北有一個三合院，小時候就是有個三合院，我們小時候就在那邊玩，所以我們一直會有那個印象。然後我媽媽其實是一個不會游泳的人，可是呢，我小時候就會在大湖國小後面，她會帶我們去玩溪，完成我們小孩子喜歡玩水的夢想。可是她是個旱鴨子，其實很討厭去玩水。就到旁邊顧人對吧？所以其實社保呀，懂得的很多的情景，就是在寫小時候長大的。啊，好，來，一下就用糖誒。什麼太感這些要說過的社保呀，社保呀。好，來，他打加速壓嘛，我們再一個虛榮的尖叫聲，好不好？來，什麼？你跳曬了一下子，帶你進城嘅我怕你有那麼濕答答，用手太你拍曬，這太麼我愛，才有被有用下來以後嘛教訓，你下個馬來共下，你有嘢，說紅下的墨就丟心了，你老土，你要用來，對愛就用無法度，我這邊一起接手。
谢谢。来，徐世慧徐老师带了安后堂。哎呀，先生，个韩国呢，台风啊，台风哈，还有加个表演嘅肢体动作哈，对，非常的热情。对啊，看到现在动向冲啊，快出人英文。呀，你冲啊出来啊！我想泰服哈，我看上下天方面头摆哈，那要讲安尼，好安尼跑啊！有头真发，嘅哦，真嘅，有头发，冇简单哈。是，哎，接下来呢哈，也两姊妹嘅哈，真嘅，演讲。歌又唱得好，你又讲，歌又唱得好，还有身材动哦，身材动好也重点哦，还有加学生嘅哈，嘿，表演啊，全部比教都动好，哦，要比教都动好，哎呀，你这动一啲，还有，当然啦，比人哋红衫还高，哦，也唔是讲啦，先邀请佢两衫出场哈，因为呢也道具较多啦，嘿，好，安两衫呢哈，邀请佢两衫出场呢哈，安你身上哈，嘿。小姐佢两衫，因为啊，我讲按到一好一厉害先生啊，木匠系捧起来看准那里啦。木匠，来老师，我本来想要戴墨镜的。哦，没，唔就加到后台运动嚟讲，底下唱歌先生，一厉害又一厉害，又一讲又一会搞嘅，跟俺就木匠捧起来看下准。哦，对。没有看四阿哥。哦，佢就唔是。好了，你有请呢哈，王新飞老师，还有王丽华老师，两位老师抢。两位老师，请。现场所有最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大家好，有冇？掌声在哪里？哎，掌声特别热烈呢哈！谢谢。因为特别讲，又特别用的呀，身材又特别好，身材又特别好，又讲又好，两才又较高，又较高，啊，好，係咪懂好啊？因為要低度吼，高度吼下度，本你資料吼，特別懂知識啦。我想吼，你吼較靈發到誒，哎，對。有請佢兩位出來吼，你呢現場哈，現場講咧，切假講哈，也較搞一道，切假講也好啊，搞一道板啊！哎呦，也有講，用很難能夠做到啲。沒有做我們的青菜講哦，我兩個講怕有個國稅局嘅，是啊，看你都先暫時保密哈，不說冇青菜講，哈。哎，你用葱的項目啦，用葱的哈，每期哈，佢兩姊妹哈，兩下呢，因為得到呀客家委員會哈，歌謠類嘅宣傳師，還有苗栗縣嘅宣傳師，啊，嗰時候都冇簡單哈，兩三人啊年紀強啊哈，小年紀啊，搞按導班嗰啊，嘅台下，哦，全部都給後生嘅呀，全本啦，謝謝你們，謝謝。哇！哎，千兵萬馬全部帶進來做馬來了。咩？底下哈埋伏了很多。哦，原來剛才就冇講安的事情。最可愛的帥哥美女們這麼熱烈支持我們新慧跟麗華，謝謝大家。謝謝什麼大家？好，帶來把後堂嘅歌曲。我帶到客家組曲，客家組曲，大家堂講好哈，謝謝。好，來，唐詩快來等後堂，等一下哦。好嘞，那歡迎來黃老師。可以嗎？可以的。好，現在後邊要幫我哋掌聲好冇？啊，謝謝你們的啊，謝謝。聽到大家的掌聲，我們就放心了。謝謝安子 C。喂。
日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幸福美满，阖家平安，恩慈生。今晚一條歌大家溫馨喎。江江夜歌，走天河，歌調調，世外主唱，我彈錯了，清風襯襯彩松氣自自見，夜光微微笑。江江夜歌，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哦，爱大家，谢谢。江江夜歌，走天河，普渡寺，公公公，山内呀山，盘古来开天，马来古天，讲呀讲不难。江江夜歌，江江夜歌。江江夜歌，走天河，送我阿母，安有莫做，想念无空，等心来探听，昨夜来参选，咱也相爱早。江江夜歌，江江夜歌，江江夜歌。哇，在这么温馨的一个夜晚，能够带来这些好听的歌曲给本大家來分享，是當歡喜一件事情。我希望大家會希望，係也係我哋用聽咯，安子生。記得去年頭發風，清香水風，看到思念細阿哥，無情面也好，想
们的时刻哈，一言那个苏某医院还有呢。文中语言哈哇，真的非常谢谢很多中文贵宾哈，谢谢，还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谢谢你们哇，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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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我家人班的我们帅哥美女，我们的好朋友群，谢谢谢谢伴舞，谢谢，好，再次谢谢大家，好，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哎呦，谢谢，谢谢两位老师，还有安朵的，对，安分型的一个场面呐，实在无简单。刚才偷偷的名嘅书嘅，记到书嘅就办落，你做乜偷名件啊？你做乜偷名件啊？想拍道具啊，结果一名呀，哎呦，真的是诶，莫记名喏。好，来，接下来呢，演类嘅精彩，哈，真嘅啊，讲高潮呢不断。对，高潮迭起。然后呢，哈，我哋有请哈男主角。也就男主角呢，哈，也係講呢出現啊，呢3年以來呢，哈，你嘅客家歌手嘅演唱會啊，一個推手。啊，這個推手呢，真的是厲害哈！黑木林老師發咗無嘢重演唱嘅，係啊，佢嗬都本喺本人嗬見照了，那就去講呢出發哈。不說呢哈，今天這一場演唱會真的是要很多人，也非常感謝哈，他這個登高一呼啊哈。係嗱，啊，尤其哈，佢對人家就見面講，人家就苗栗啦，最客家鄉鎮嘛。古說誒苗栗呢，一個應該嚟啊客家文化傳承下，古說怎麼派你不同？對，尤其呢客家歌手呢，尤其苗栗人呢是很多哈，佢呢全部喺度虔誠哈。嚟接下來呢哈，佢期間呢今年要安排佢單曲哈，單曲獨唱，獨唱哪首歌曲？哪首歌曲？我親愛聽嘅首歌曲，乜嘅歌曲？陳燕。陳燕，對，有請歡迎來林老師，林采怡老師。尖叫聲在哪裡？前世今生，烟分妙，云香牵连，人间情缘缘众生，一分离合配难免。夢想理想，過眼雲煙風塵煙，富貴名利，萬山空空一寸煙。人生啊，人生啊，就像兩種花。中年，世间尘烟，前世今生。烟分妙，云香牵连，人间情缘源源众生，离分离合难免。夢想理想。塵煙，富貴名利，萬山空空一寸煙。人生啊，人生啊，就像兩種花，水中年。世間塵煙，
前世今生，缘分命运上牵连，人缘情缘，芸芸众生，悲欢离合很难免。梦想理想，过眼云烟风尘烟。富贵名利，万山空空一寸烟。人生啊，人生啊，就像江中花。历史呢，係很多呈現，描寫人間，事件，來到了人間啦，事件樣板去變化，神夢大家因為今日呢，整個神夢大家能得有咁樣嘅事件做出了來，欣賞了，安尼客家人呢，親手喺台灣全省呢，能得搶了政府單位，能得按從事基層呢大兵嘅你哋有人士呢，本來就有隻舞台，真見去神夢了所有嘅在場嘅所有嘅觀眾朋友，韓國安尼雙級嘅壯觀，能得有咁樣嘅機會俾大家。我一推苗栗縣政府了推了所有嘅人民了就來神望了雙級嘅壯觀了就因為按到壯觀冇法度意義來記神望大家。了愛老大家介紹，因為青島國嘅，我最近按多年呢，是從涂明爽先生客家本色開始，一直到了我後尾寫英雄類韓國當到國嘅帶到了下來最近也當到成果嘅你話 Q 果嘅呢，韓創都創唔得說，你下樓睇架介紹嘅，喺意思我寫係當鄉土口語化，很多悄悄冇講起，因為呢嘅唐口長前一波嘅作將點樣冇講呢，悄悄冇講起你話大家來探看乜嘅按到悄悄冇講起，要詩嘅要去了。南一空我來創嘅，我介紹我嘅團隊，我所教下來所有嘅子子孫孫，來介紹了西南西五，謝謝。世界的城市。
保佑你记住，保佑你，恭喜恭喜财运喜，快乐的喜快乐，快樂嘅樂享球，幸福幸福，無愛生這事。阿爸阿妹，長長冇講語呀，長長冇講語，天開嘅沙皮，用為安用氣，你長長冇講語呀，長長冇講語，喜愛愛用扮面對也生意，你夠愛，你夠愛，夠愛愛用扮意，阿妹，你長長冇講語呀，長長冇講語。天開嘅沙皮，用為安用氣，你長長冇講語呀，長長冇講語，喜愛愛用扮面對也生意，你夠愛，你夠愛，夠愛愛用扮意，你夠愛，你夠愛，夠愛愛用扮意。是望大家，你話唱唱冇講戲哈，當到呢度嘅成果嘅哈，也係有到以前寫過嘅，像那首歌就10多年前寫都厲害啦，就有啲位咧在電視上有表演過，但是一出來就冇機會，一舞台啦對話哈，一神望大家，神望大家，謝謝按豆皮，哈，全部落實唱得清了。哎，落實去嘅哈，一下呢就分出一排嘅，一排落實哦。你看有全部重量都級的呢，哎，今天出来演唱的全部都是露死 keep 的，真劲了哈！你看大卡司，大卡司，而且全部从现场哦，现场的伴奏老师，对，现场的和声伴奏老师哈，我们伴奏老师合音，哎，懂优秀了么？然后来，老师，谢谢，这个也是现场的呢，现场的老师，现场伴奏，是我们现场的我们的和声老师，来2位帅哥美女。谢谢。好，继续。好，今天呢哈，我们节目呢已经都迷上嘅哈，但是呢哈，哎你呢个金曲奖嘅，我讲呢客家女嘅哈，我讲呢歌后，好我们的王凤珠冇参加艺术让我做的，真劲啊！按你这表演专业做唔得，冇真劲哦，太放过他了，太放过，对对，而且也创业出国歌非常好听，对，非常发派，客家妹子，客家妹子。怎么讲妹子？就讲客家細妹啦，細妹啦，唔係客家妹嘅天哦，係客家妹子。用呢啲裝上嚟分享，王鳳竹老師。好，現場嘅鄉親朋友還有在場嘅壯觀，大家好，大家嘅數聲嚟好冇？
术歌曲，真紧哦本来就压轴。老师，你都会不会上按谁上哎？你我上按量了，客家妹子，客家妹子，真系无简单啊哈！今明日呢哈，王老师呢给冲哈压轴，对，但是会不会还有一个大合唱？大合唱，对，我们邀请了今明日呢哈吃饭哈，所有呀哈，以前的客家歌手演唱会哈，幕后的功臣，来，台前的英雄哈。好，来我们的林展毅老师，还有杨妹妹老师、吴如意老师、廖庆颖老师，以及呢我们张香菊老师、郭国文老师、庄长敏老师、徐世慧老师，还有我们的徐佩仪老师，还有我们的赵德武。来，帅哥美女还有什么太家？我们今天的舞团哈，舞团也有。我已经被挤到旁边来了。神梦太家哈，一出道了哈，爱用亮点人中的呢。当感心啊，自身呢，系啊，出来他家航看那个语言哈，孙淑儿语言，一个余文忠语言，还有王副座，还有汤科长安之生，谢谢安之生。好，你今天本来哈，对了พี่大家来什么来羡慕哈，谢谢大家。你带来呢，我也有下一首歌的哈，这首很多。客家世界一家亲。希望所有的乡亲哈，对你客家文化的支持，受多面受多了下暗多伊的乡亲，希望大家。世界眼望相连，两个不见的人心，客家的乡亲呀，数天数，心连心，客家。3号叫苗北场，人员不同哦，节目也不同哦，很精彩哦。去看呢哈，也可以的索票哈。谢谢。都大汉电台以及苗北英文中心服务团。好，谢谢，是蒙太哥。安之生，谢谢吗？谢谢。我们最佳的观众安之生，我们谢谢安之生，我们声艺人。
最辛苦的大乐队哈，谢谢你们安之声，谢谢。好，谢谢。谢谢我们的季杰老师、钟老师，谢谢。谢谢。还是你们哈，加油，谢谢，谢谢。哇，老师都好帅哦。